个时阵，都明明是遮尔舒适，道理嘛遮尔好，对无？但是呢，有个人安尼带袂去办，有无？带袂去办，啊，迄是爱有福气的人才有法度支持过人啊。哦，一般咱对神道亲拢会足照顾的，伊若只要轻转啊、负长，就足好啊、足欢喜啊吼。要洗一顶碗，啊免，清，放内就好。倒起来一只椅仔扫帚，啊免，向我来就好。恁敢有安尼？足顾的啦，就在顾囡仔的安尼吼。或许最近这一年哦，我觉得不对，应该是对一支来开始就要引导伊同齐了解，咱莫拍伊工课，还是带伊同齐。某人厝边，咱会当同齐来甲遮椅仔收的无？吼。安尼来，互伊哪底了解，这布施，啊底幸福，安尼来，伊福气愈济，就愈会调吼。啊，所以安怎做，就毋好搁哪里了吼。来吼，你看哦，这圣贤教我们讲，见好随喜，这应该记得吼。见好就随意啊，见好随喜，见人赞叹吼，见美说好。然后呢，见善宣扬，记这四句话就好啊。看到好的，这个工课遮好着，对咧做，随时咱会当有形无形帮偌济，咱就尽量去做，对咧做吼。啊，见人赞叹，人有好的能力、才华，咱就共赞叹，甲伊肯定，称赞真啊。迄个表示迄个活动就会兴旺，啊若真。白啊放真吼，互相是批评的，安尼迄个团体绝对无可能同等，对无？所以就互相学乐赞叹，见美说好哦，常说开口就是好话，安尼哦啊见善宣扬，哦待言宣话，拢是讲好的就对。啊佛陀嘛从比甲咱教吼，讲修道人若是袂当忍受即个诽谤啦吼，啊是讲人甲咱讥讽啦、冷嘲。热讽啦吼，你讲一寡很刺耳的话，如果不能够拄着安尼情形，亲像这引甘露水这样子，那就不名为有利大人。要成就足大的圣调就有困难啦，好，那因为咱的时间有限哈，那所以咱进入主题哈，天鹅无所不在哈，或许也听咱丰田师慈悲讲咱爱享佛堂哈，今年都落成对吧？拄啊新佛堂有足欢喜哦，即个欢喜实在是大家辛苦来共同，会当凝聚这股善气来共同来完成哦，所以咱更加珍惜。啊，所以有啊袂长吼，搁小可甲咱地有小可做调整哦，按伊或许这20几年来在道场的这个所经验的哦，也跟大家做分享哦。那要感动说，今仔日咱会当道场安尼修道，实在是感谢天恩师的天恩的浩荡啊！咱不光讲有形的人数啊，是讲咱的因波师对咱的照顾有偌济啊。有时是工课济，道亲遐济，要顾人的人敢若20个，举例啦吼，要共照顾的20个尔，要互照顾的500个，你想迄20个有足吃力的，很辛苦的。所以人要就是会对咱的照顾无够遐周至。这个时阵呢，咱家己道场，人又听咱的前辈讲吼，迄前辈像咱宝光重振的那个前辈妙吉大帝，当初在中国大陆求道3个月了就领命啊，拜领天命做点万事，然后呢就开放入开放院转来台湾，甲道传转来台湾3个月。就发心遐诚心，转来台湾求道以后，转来台湾传道民国34年啊34年迄阵了解严呢，要用土地，台湾了足落伍的，所以是食真辛苦，包括性命危险，爱互官方掠土地啊，安尼的情形3个月就免了。在座各位先生，你求道有比3个月较少的较短哦，啊3个月以上的才举手。求道3个月以上的，比3个月搁久的，恁拢搁较久吧？搁较久嘛？人3个月就会当安尼，甲性命，就算会牺牲性命，嘛要甲道传落来。
咱敢阁算神道亲？无啊，你讲，安尼前辈周前人大德也是啊，一世人拢奉献伫道场，甲照顾众生，替天照顾众生。咱的大德弘典师也是一样，哦，咱的这么多前辈都走在前面，互咱看，对不对？哦，所以应该是咱爱有安尼迄种的舍我其谁安尼迄种担当啦哦。这个家，咱就是拢是大哥大姐。对不对？爱照顾比咱搁新的、较新的友情，安尼来哦。好，那为什么呢？不管够就够无休息啦吼，总是当咱接受名师一指求道迄个时间，迄个日子好啦吼，天恩师德，咱就一世人过袂尽嘛。这后学在临命之后的感受更深刻。为什么？咱求道了是不是当初啊，点当初拢会甲咱讲，只要三宝会记哩，莫反倒败着，哦，保持也好，后盖就会当转去离天啊，是不是？是转去离天。咱看人间若讲要移民到那个加拿大、新加坡、美国，有简单无？就无简单，迄条件就悬呢，包括你要有一定的存款积蓄，吼，一定的资格，干那要移民到其他的国家都遐困难。咱求到了，马上户口找你倒位？离天呢？有想过无？马上找你离天，啥物人对应咱会当把户口，咱会当对地府迁去你离天？是毋是上天慈悲，上公慈悲？对啊，吼啊，所以咱无去想到生死事大，生死的代志咱去叫解决，这个天恩师德，对不对？啊，一世人认真修办，拢要无法度来报答千万分之一啊。那学临命之后，或学民国85年拜领天命，迄年吼，都拄领命嘛，要真心嘛，无啥物经验。结果呢，一个归道亲，因阿嬷归空，归空了，吼，啊，咱就会去甲帮办后壁的工课嘛，吼，啊，要入殓之前就报学堂。哦，迄阵嘛真紧张呢，嘛毋知硬啊软的，那软的呢，哦，安尼在天道，哦，啊，所以心内要出门进前就求咱老师慈悲哦，师尊老大人老师慈悲。啊，后拢会先禀报啦，讲地主今仔日要去做啥物工课安尼吼，叫老师慈悲吼，爱甲地主斗帮忙者。啊，去到遐嘛爱甲迄个迄个阿嬷吼，即个道亲的阿嬷，你甲伊讲，你心内甲伊讲，其实都能够感应的。结果甲抱合同的时阵，身转如棉，伊敢若求道呢，拢了无机会圆光了完，这天都有殊胜。啊，各位姐姐，你们见证过身软如棉的这个例子吗？有，应该认真啊，好不好？有啥物比这更较重要的代志，更较事情，是不是安尼？哦，或许就举一个例子就好。所以光是这一点，我们就一辈子感恩不尽了哈。好，再来，或许来跟大家报告哈，或许会来开荒的这个历程了哈。背着上天的恩庇步上开荒路，开花树哈，先让大家看一下或许的全家福，我主诶秀品，有侪人哦，或许8个兄弟姐妹，哦，因为像我爸爸哦，足爱老热的，所以迄阵就生足侪囡仔，生足侪囡仔，但是迄个时阵的生活是真困苦的，所以嘛足无简单，才甲阮请大汉，啊后啊算万仔囝、万仔查某囝，所以较无食苦苦。大哥大姐真的辛苦，4个男生，4个女生，都无同修批。那目前呢，有4位啊，就是或选择大哥、2哥、3哥已婚哦，有结婚，大姐有结婚，搁后壁这4个全新办到。那或选的爸爸妈妈哈，嘛拢道场，拢请靠就侪人哈，然后第3代囡仔嘛拢伫有等。好，然后有2位，二哥跟3哥的女儿哈，下心做商仔，规心都伫崇正宝宫哈，伫崇正。那目前有1位子女哈，二哥有2位哈，就是讲3哥的一个女儿伫大陆开封，啊一个目前3哥的儿子一个伫澳洲，这样子哈，都在道场。那或许要报告这个哈是要
分享那个上天的恩泽，真的是无所不在。像我袂当饲家烧，像我厝拢是铁器做的，铁器，硬硬铁器，无看到莫讲迄有诶无诶，包括后学嘛是铁器做的。所以要后学要感恩后学的二姐，阮厝的第一盏明灯就是后学的二姐。伊伫咧民国60外年，65年就求道了。迄个时阵鸟主地咧，要修道拢爱变警察啦，但是足坚心的。那时候他亲口的时候，摇摇在读册，无了解啦，就是知影讲定定拢因为安尼去互阮爸爸骂就对啦。到最后呢，爸爸想讲，讲袂听呢啦，迄种讲袂听就想讲。因为无了解嘛，会想讲你是去互骗哩，去互洗脑啦，有无？安尼甲你讲你也讲袂听，尾啊怎甲门甲关咧？你要出去，莫转来啊！拢是好学的妈妈半暝开后壁，这去嘛，安尼的艰辛呢，安尼的艰辛，才有今仔日我厝的人饲家烧。所以各位先生，如果你是家里的第一位求道的第一位进道来修道的，那你就是这一盏灯，上天落的一粒道的种子，伫你这个家族，就是靠咱啊。这粒种子若欢喜，光若欢喜，你个家就没机会了。要再进入佛堂的几率就不大了。咱若有继续坚持，厝的人都希望啊，都希望啊。所以上天真的是因为应该是有后第二姐迄种信心嘛，感动上天，所以茫茫一个拢斗伊斗。后学的哥哥以后家己修道的过程就先莫讲，我嘛毋是因为听道理，就是去研究有一天家己主动问以前有而且本来讲要讲着佛堂的代志，我拢听袂落，莫甲我讲奇奇怪怪，想讲哪有遐少年食素食啊食菜安尼啦，就袂当接受的，毋知什物宗教，你用洗脑不听。尤其早期的书无像即摆遮济摕转来，毋是迄天堂地狱游记啦。就恐怖，迄神书拢黄色的，拢已经放网啊！想讲哪遐恐怖的物件无听。伊伫个足侪年以后，有一摆，家己可能研究我觉得二姐要出门，随口安尼问讲，要当做去无？我想，较好学的三姐，两个看看好啊，今仔日无约要逛街啊，看电影没有安排行程，就跟着去求道。19岁那一年，19岁。然后后来后学的家里的哥哥二姐是真正无所不用其极，只要有机会，什么种机会就要先转安尼啦安尼。后来陆续一个一个都有求道的，而求道之后对道也都不是很明理的，嘛拢无咧进修。那后学的三哥嘛是铁器做的，伊是伫咧做兵前一天，伊的朋友帮伊践行去啉酒的。少年就是践行安尼啦然后后学的二姐就事先跟他约好讲，对，明仔载就要做兵今仔日带你来佛堂拜拜保平安，安尼有一个借口。伊讲嘛好啦，安尼就安尼去求道，求道了虽然无水啦但是嘛是想讲应付尔对吧？嘛无名利，一直到他后来结婚了，结婚之后囡仔出世小孩子的阮侄子就。还没满周岁，不知道几个月太久了，或许忘记了。有一摆忽然发高烧，高烧不退，一直烧，带病医尾入院，入院了嘛是注射，注了就烧，搁摕烧较摕，到最后听好像听三嫂咧讲，到尾迄囡仔遮细汉周岁尔，看到护士入来就哭，是安怎？知影要搁来注射？迄红牙是袂过更足细，注到尾讲注射，足恐怖的结果一直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后来医生说疑似幽门氏杆菌嘛不是啥物大病嘛，可是就一直没办法好，到尾目睭倒掉，就是紧张阮三哥急了，伊铁起的但是有一个做兵的朋友怎甲伊报讲在嘉义民雄有一个目睭无看到模糊的字面讲就老的很多总统历代的总统都有去